济波罗蜜多心经串连经合读，观自在菩萨行心发济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修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以发济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以发济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发济波罗蜜多是大成就，是大明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顶顶就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发济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訶，发济波罗蜜多心经。托付心得，疏离再三，三在离书。观自在时，实在自观。心经之主，主之经心。空色现不，不现色空。